来继续来到南投市区，昨下晡因为热对流发展旺盛，落大雨，甚至是雷公死呐。同一个时间，有民众到中兴新村来爬山，这个海拔相差无到200公尺，但是完全拢无落雨。这个山顶甲山骹都袂输是两个世界。专家来分析，因为东江对流包的规模较细，才会出现这种山顶无雨、山骹上大雨的状况。塞车伫国道3号南投中寮交流道附近透风兼落雨，熊熊。一条线呐，互这个驾驶行一条。昨下晡南投市透风兼落雨，阁有雷公声。市区大风大雨，有民众同一个时间去爬中兴新村的妙华山。爬去咧山顶了后，发现讲山顶山骹的天气真正完全无同。山下狂风暴雨，只有没有很远的距离，可是差很多，就是两个不一样的世界。尾暗6点外，落过大雨了后，南投市的天顶出现真水这个柑仔黄的彩霞。不过山顶山骹天气哪会彩遐济？专家分析讲，迄一天热对流较旺盛，不过对流包的规模范围比较局部。虽然对流包的规模范围较局部，但仍有局部瞬间暴雨、雷击以及强阵风发生。因此，在部分山区可以发现山上好天气，但是山下狂风暴雨。海拔差无100-200公尺的高度，也有完全无同款的两种天气。平地是透风兼落雨，车驶到一半，拄着雷公死呐，过险啊，互雷公卡着，互这个驾驶真正老庆寒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